各位觀眾，我係謝寶生博士，而家同大家講智慧與開悟嘅第9集，易經與救世主。我哋都知道國際歌入邊有一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哋中國人唱咗咁多年，其實好多人都有個疑問，究竟係咪真嘅呢？喺西方嚟講，呢句說話大致上係真嘅。但喺東方中國5000年歷史嚟講，呢句說話就係有啲問題啦。我哋知道世界有4大原典，分別就係易經、聖經、古蘭經同吠陀經。呢4大原典咧係影響咗而家人類4大文明啊，分別係西方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同印度文明。喺個古蘭經同吠陀經入邊咧係比較少有救世主嘅概念。但喺聖經咧，特別係新約聖經咧，佢主要係描述呢個耶穌作為一個救世主。但係呢個救世主咧係唔干預呢個政治嘅，亦都唔會鼓動革命。咁所以呢個救世主係屬於靈性方面。至於西方嘅現實嘅社會咧，佢係一個叢林法則。整個西方歷史咧係充滿呢個帝國興起同埋衰落不斷嘅循環。咁喺個帝國征服同埋被征服嘅過程中咧，就會產生呢個統治階級同被統治階級都係奉行呢個叢林法則如果係被統治階級或者一個失敗嘅民族求取呢個解放，唔會寄望於呢個統治階級入邊嘅所謂救世主。所以咧，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咧。喺呢個西方呢個歷史邏輯咧，大致上係啱嘅。但係東方嘅中國咧，因為我哋5000年歷史咧，基本就唔係一個咩帝國興起同衰落嘅交替歷史。我睇到我哋中國基本上係依據呢個《三國演義》嘅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整個中國歷史幾千年都係一個又分裂又統一嘅波浪循環。其中仲有充滿好多胡漢嘅衝突同埋融合。凡係到呢個歷史嘅低谷嗰陣時候咧，就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嘅時候咧，往往有好多英雄人物出嚟救民於水火。呢啲英雄人物咧，其實就扮演咗呢個救世主嘅角色。例如呢個湯武革命啦，呢個漢朝同埋唐朝嘅興起，以及近代嘅孫中山嘅辛亥革命同埋解放戰爭，都係充滿呢啲英雄人物而我哋中國有個說話叫英雄莫問出處。呢個英雄人物咧，有一啲咧就係出身比較低微嘅，例如呢個劉邦啦，同呢個朱元璋相反調翻轉嚟講咧，中國英雄咧好多係出現呢個貴族同埋統治階級。所以我哋講呢個湯武革命，尤其武王伐紂就描述為一個貴族革命。不過我哋中國貴族同西方貴族唔同因為中國貴族又唔係咩征服者壓迫階級佢只不過係一啲知識比較多比較上層嘅人物，譬如易經嘅作者南宮闊。我知道喺嗰個時代咧，能夠讀書識字嘅唔夠0.1% 嘅人，佢仲要文章好好嘅，咁肯定係屬於上層嘅人。我某種程度講屬於貴族。佢追隨嘅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包括呢個姜太公，一大紮嘅英雄人物，全部都係屬於呢啲貴族。當然去到19世紀鴉片戰爭列強侵華，佢就將呢個叢林法則帶咗入嚟中國亦都將呢個階級統治、階級矛盾帶咗嚟中國。咁所以咧，中西歷史咧有啲咁多融合傾向。咁所以孫中山後來就發現必須喚醒群眾。孫中山講聯絡容共，輔助農工，喚醒呢個群眾，先至能夠取得革命嘅成功。咁呢個係東西方歷史哲學嘅一個融合。但係喺19世紀之前咧，我哋嘅邏輯唔係咁嘅。DeepSeek 小課堂，在西方歷史，貴族和階級固化之嚴重，從英國王室可見一斑。當今英國國王查爾斯3世的血統可以追溯至1000多年前，直至19世紀末，英國及歐洲王室基本不與平民通婚，為了維護血統純正，
婚姻只会發生在王室或貴族之間，而中國最接近西方的所謂貴族傳統，是從東漢至南北朝出現憑借家傳經學得以長期出任公卿的家族，稱為氏族。然而由隋唐開始的科舉制，令氏族逐步退出舞台。秦統一六國，建立郡縣制，官員任用脫離封建制度。中國又經歷多次民族衝突與融合，改朝換代，加上幾千年的民本主義傳統，因此中國始終未出現像西方社會綿延幾百年甚至千年不絕，以種族、血統或門第劃分的貴族統治階級。好啦，我哋而家講翻易經啦。易經分上下兩經，上經咧係描寫呢個武王伐紂嘅歷史哲學，而下經咧就係作者自傳。關於作者自傳咧嘅研究咧就係花咗好長嘅時間。關於咧呢個易經嘅作者咧唔係周文王，而係佢嘅臣子南宮括嘅細節咧就喺第4集嗰度有講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第4集。咁而家南宮括咧就係一個商朝入邊嘅智者，後來咧佢就投奔咗去周岐山。咁我哋要睇個坤卦啊，坤卦咧其實就開頭咧就講元亨利貧馬之精，君子有攸往，先迷而後得住。呢個迷同埋得咧就係講作者咧喺呢個商朝咧早期係迷失嘅。後期咧就投奔咗岐山，就有所得啦。跟住咧佢就利西南得貧，東北喪貧。下經仲有一個卦咧講利西南不利東北。咁呢個其實西南咧就指岐山，東北咧就指朝歌同埋商朝嘅地區。咁我知道由東北投奔去西南，由呢個商投奔去周，其實係由一個好強嘅國家投奔去弱嘅國家，因為周岐山當時係周文王係好弱嘅，係相對商朝嚟講係有弱嘅。咁喺世界歷史上咧係好少出現咁嘅情況，就算投奔都係由弱嘅國家投奔去強嘅國家，好少由強嘅國家投奔去弱嘅國家。點解係咁咧？其實呢個係中國嘅文本主義，以文為本嘅一個道德文化。咁呢啲智者咧，通常咧就揾到一啲有道德嘅賢君領袖去投奔嘅。咁喺坤卦入邊亦都有一個含章可稱，含章嘅意思咧就係指能夠寫得一首好嘅文章。咁詩就證明嘅作者一個屬於高層上層嘅知識分子。咁所以貴族革命就指呢啲人。佢呢個跟隨咗周文王之後咧，整個下經係描寫佢係喺周岐山點樣輔助周文王從教化到呢個管理經濟到呢個官制改革等等咁。咁至到周文王去世之後咧，周武王就開始進行伐紂啦。呢個作者咧就跟隨呢個周武王去伐紂。咁伐紂咧，呢個所謂伐紂咧，其實係打翻去佢以前商朝嘅地方。佢喺呢個坤卦都有一句龍戰在野，其血而亡。呢個就好震撼噶啦，係佢親眼睇到呢個商紂，即係佢以前嘅老細自焚而死，而且周武王射3箭，咁佢流出嚟嘅血液咧係啡色嘅，咁所以其血而亡。好啦，就呢個周朝建立咗之後咧，唔到2年咧，周武王就病重，當時係群臣大驚。所謂呢啲群臣咧，個個都係英雄人物，身經百戰，但係遇到咁嘅事咧，佢哋慌惶失措。而易經嘅作者咧，因為佢係睇通咗歷史，睇通咗，就好似孫中山講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佢充滿信心，佢就跟住做咩咧？佢就走去寫易經，寫易經。所以佢唔單止從個人嘅抱負變為參與國家民族嘅大事大革命，而且易經第一句就係元亨利貞，呢個歷史嘅大潮流係波阻擋嘅，係有利於去堅持落去。咁其實坤卦最拉尾個都係利永貞，都係堅持落去。坤卦第一句都係元亨利貧馬之精，都係寫呢個歷史潮流。咁佢唔單止參與個歷史，睇通歷史，
仲喺呢個周朝建立之後咧，創造一種全新嘅文化。我知道咧，《易經》作為一本哲學嘅書，亦都作為一種歷史嘅書，而且佢係作為一本文學嘅書。易經嘅文字咧，影響咗中國字好深遠，而且呢個作者南宮括咧係周朝嘅文臣之首，佢有份編輯呢個《詩經》，所以通過《詩經》同《易經》，佢都影響咗中國嘅文學，整個文史哲嘅源頭。咁所以一個咁嘅人啊，整個中國文化源頭嘅創造者啊，佢以第一人稱去寫自己嘅生平，就算我哋之前嘅智者睇唔明呢啲，唔完全明得晒啲經文，但係都會喺啲外圍地方受到嘅影響啊。所以我哋中國式嘅救世主係啲咁樣嘅人啊，咁樣嘅人啊，佢唔單止係打仗能夠喺戰爭上啊取得勝利，而且佢喺文化、喺道德同埋喺道，特別喺道，將呢個道傳去千秋萬世，因為道係能夠長存嘅，唔係一時一時嘅勝利同埋失敗所決定嘅，道係流傳咗好耐嘅。咁所以我哋中國式嘅救世主真係佢嘅智慧同埋品德係全面嘅。《封神榜》入邊都有講呢個南宮括嘅，不過咧佢就將南宮括描寫成一個武將啊，而且係冇乜法力嘅。我知道中國神話入邊咧，法力係反映角色嘅不可思議嘅智慧。如果真正做一次封神嘅話，佢應該去到等於希臘神話嘅宙斯啊，諸神之王嘅級數。